你哋有冇試過喺星期六日或者假期去到落馬洲、羅湖、深圳灣呢啲口岸，目睹過嗰種海陸空全面被擠爆嘅恐怖畫面？真係唔講以為係咩緊急疏散呀！成千上萬嘅香港人拖住行李箱，車住嬰兒車，拎住大包小包，好似軍隊出征咁，使命感往北邊衝。你去到深圳，無論係福田 Coco Park、深圳北站，定係最近紅到發紫嘅山姆同 Costco， 耳邊傳嚟嘅全部都係熟悉的廣東話。唔係呢個好抵啊，就係買多2個大飯香港食啦。有人話呢啲現象背後全因香港人要消費降級，但係你再睇真啲，班香港人喺深圳掃貨嗰種瘋狂程度，邊度似降級？根本就係喪心病狂式嘅升級消費啊！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下呢股逼爆深圳嘅熱潮到底有幾瘋狂，背後有咩深層原因，仲有香港人點樣喺呢場跨城消費戰之中到自己嘅生存之道。講真嗰句，如果你喺2023年甚至2024年之前同一個普通嘅香港人講，你周末會唔會特登坐車去深圳買廁紙、買烤雞、洗牙、做按摩啊？佢可能只會同你笑笑，口話你搞笑。但係去到2025年同2026年嘅今日，呢樣嘢已經唔係咩新鮮事，而係變成了成千上萬香港家庭嘅標準假期日常。每逢周末，口岸嘅人流管制措施基本上就係常態。港鐵東鐵綫由金鐘一路去到羅湖同落馬洲，車廂入面塞滿晒手提巨大行李箱嘅人，大家嘅眼神入面都閃爍住一種去購物狂歡嘅熱血同期待。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個30零歲嘅香港打工仔，平時喺香港工作，壓力大到嘔，放假想去食餐好嘅，喺香港、尖沙咀或者中環，求其啟間餐廳，2個人點3個菜，再加杯凍檸茶，埋單隨隨便便都要600-700港幣，而且仲要被限制用餐時間75分鐘，侍應個面色仲黑過墨汁，好似欠咗佢幾百萬咁。但係當佢哋跨過嗰條深圳河，去到福田或者南山嘅大型商場，場面就截然不同啦。100塊人民幣可以食到一餐極之豐盛嘅酸菜魚或者潮汕牛肉火鍋，侍應客客氣氣，貼心無比，隨手仲遞上冰毛巾同免費小食，任你坐幾耐都無人趕你走。呢種落差簡直就係由地獄去到天堂嘅對比。大家口中成日講嘅消費降級到底係咩意思？表面睇，香港人因為呢幾年整體經濟環境改變，樓市同股市波動，大家口袋入面嘅錢變得緊絀咗，自然唔敢再好似以前咁動輒去名店買幾萬塊嘅手袋，或者動輒飛去日本、歐洲揮霍。所以表面上大家將消費轉移去消費水平比較低嘅深圳，好似係一種迫於無奈嘅降級。但係如果你親身去深圳嘅山姆會員店或者 Costco 睇下，你就會發現呢個說法根本完全唔成立。喺山姆超市嘅停車場同結賬通道，你只會睇到無數個香港人推住成個人咁高嘅購物車，入面塞滿晒10幾包抽取式紙巾、3大箱瑞士卷、巨型烤雞、澳洲牛肉、高級海鮮，仲有各種各樣嘅家居電器同玩具。每一個結賬嘅香港人隨隨便便一埋單都係2-3千塊人民幣，呢種購買力邊度似降級？呢啲根本就係喪心病狂式嘅爆買。香港人唔係冇錢，而係香港人變精明咗，唔想再喺香港做大水頭，唔想再花冤枉錢去買性價比極低嘅商品同服務。當大家發現用1/3嘅價錢就可以買到雙倍甚至3倍嘅物資同快樂嘅時候，呢種行為喺香港人眼中唔係消費降級，而係徹徹底底嘅精明消費同生活質量升級。我哋不妨算一筆賬，就攞一個40多歲有3口之家的香港中產家庭嚟做例子。喺香港，一家3口去一次超市，買齊1星期嘅基本食物同日常用品，求其買啲凍肉、水果、紙巾、洗滌用品，冇800至1000港幣根本落唔到單。但係如果佢哋喺周末抽半天時間坐高鐵或者經深圳灣口岸上去深圳大型超市，用同樣嘅1000塊港幣換算成人民幣大約900多塊，可以買到足足夠全家食2星期嘅頂級牛肉，滿滿2大箱優質水果，
可以用半年的紙巾，仲可以順便喺商場食一餐極之豐富嘅晚餐，甚至連剪頭髮、洗牙、做美容護理呢啲項目都可以喺同一個週末一站式搞定。講到洗牙同醫療保健呢個領域，更加係香港人北上消費嘅重災區。喺香港，一個50幾歲嘅老人家去私家牙科診所洗個牙，動輒要800至1500港幣。如果要做牙套或者植牙，動輒幾萬甚至10幾萬港幣，仲要排隊等好耐。但係近年深圳嘅牙科診所針對香港顧客提供咗極之專業同貼心嘅服務，洗牙可能只需要100幾十塊人民幣，而且設備極之先進，服務態度好到令人髮指。醫生會用非常溫柔嘅語氣同你講解每一個步驟，結果係點？而家好多60多歲嘅香港老人家，每逢幾個月就會組團上深圳洗牙、整牙，做完牙仲可以順便去旁邊嘅酒樓飲個茶、食個點心，回程嗰陣仲拎住幾盒打包嘅深井燒鵝同菠蘿包。呢種生活體驗簡直係將抵到爛呢3個字發揮到咗極致。再講講年輕人嘅消費，20出頭嘅香港年輕人以前假期最中意去旺角行街，去銅鑼灣睇戲，去 cafe 打卡。但係而家呢班年輕人個個都係小紅書嘅重度使用者，對深圳最新最潮嘅玩樂地點簡直係如數家珍。去深圳玩室內滑雪、玩卡丁車、玩密室逃脫，去潮牌店買衫，去打卡各款網紅茶飲，譬如霸王茶姬、奈雪的茶、喜茶等等。喺香港買一杯台式珍珠奶茶要30多港幣，但在深圳買一杯高質量嘅鮮奶茶可能只需要10幾塊人民幣，而且包裝精美，選擇極多。年輕人落去深圳30塊人民幣就可以喺網紅咖啡坐半日，享受住寬敞舒適嘅空間，免費 WiFi、充電線樣樣齊。呢啲喺寸土寸金，連坐多一陣都要被店員屁睇嘅香港餐廳入面，根本就係無法想象嘅奢華體驗。呢種北上熱潮嘅爆發，背後亦都有極之強大嘅交通同支付配套喺度推波助瀾。回想返10幾年前，香港人上深圳要排隊換人民幣，要買大陸電話卡，要喺口岸排長龍填表過關，過程繁瑣又麻煩。但係你睇下而家港車北上政策嘅實施，讓無數香港車主可以直接開住自己嘅私家車，經港珠澳大橋或者各大口岸直接駛入廣東省。支付方面，Alipay 黑 K 同 WeChat Pay 黑 K 已經實現咗無縫接軌，香港人只需要拎住部手機，用港幣錢包就可以喺深圳掃碼付款，連匯率都實時幫你計算好。高鐵更加係將香港西九龍同深圳福田嘅距離縮短到只需10幾分鐘，簡直比從觀塘坐地鐵去中環仲要快。當跨城生活變得好似跨區一樣方便嘅時候，深圳自然就成為咗香港人嘅後花園。當然有人歡喜有人愁，香港人喺深圳爆買、掃貨、消費得不亦樂乎，但係香港本土嘅零售同餐飲業卻正面臨住前所未有嘅寒冬同考痛。你有冇留意到呢陣子喺香港嘅街頭，無論係銅鑼灣、尖沙咀定係民生區域如元朗、荃灣，街上租置嘅告示貼到滿街係，唔少經營咗幾十年嘅老牌酒樓、冰室、小食店都喺呢1-2年內紛紛結業。香港嘅商家們不斷抱怨，話香港人唔留喺本地消費，話香港人黐裏扒外。但係如果我哋客觀咁去睇呢件事，難道呢一切真係只係香港消費者嘅錯嗎？香港嘅餐飲同零售業之所以落得咁嘅境地，高昂嘅租金同人工成本固然係主因，但係長期以來忽視服務質素、昂貴嘅定價以及缺乏創新，亦係不可推卸嘅責任。很多香港餐廳嘅空間極度擠迫，2張台之間的距離窄到連轉身都難，侍應嘅態度冷漠甚至惡劣，客人食完飯仲未擦乾淨嘴，侍應已經急住收走碗碟，暗示你趕緊走人。喺呢種環境下消費，大家買嘅唔係享受，而係買一套火。相反，深圳嘅商家喺面對龐大競爭嘅時候，極度注重顧客體驗、服務細節同產品創新，而且空間寬敞舒適。當香港消費者體驗過更好嘅服務同更高的性價比之後，
你又點樣可以用愛國愛港或者支持本地經濟呢啲道德綁架，要求大家繼續花高價喺香港享受次等嘅服務呢？香港人係全亞洲最務實、最聰明嘅消費者之一，大家嘅錢都係辛辛苦苦賺返嚟嘅。點樣用最少嘅成本換取最高嘅生活質素，係香港人骨子裏嘅生存智慧。所以當香港人口中喊住抵到爛，真係抵到仆街嘅時候，背後展現嘅唔單止係對物美價廉商品嘅追求，更加係對優質生活體驗嘅渴望。而且呢種北上消費嘅趨勢已經從最初嘅假日快閃演變成一種新型嘅雙城生活模式。好多30多歲同40多歲嘅香港家庭甚至開始考慮喺深圳租房或者買房，平時喺香港返工，放假或者週末就全家去深圳住，享受更大的居住空間同更豐富嘅休閒生活。甚至有些50幾歲、60多歲嘅準退休人士已經規劃好將來喺大灣區退休，用香港一套微型住宅嘅租金收入，就可以喺深圳或者珠海過上極之富足、舒適嘅退休生活。我哋再深入分析下呢場掃貨狂潮入面，香港人最中意買嘅幾大類產品。第一類必定係食品同新鮮食材。以前香港人想去深圳，最多買客老婆餅、木瓜，但係而家香港人買嘅係熟食、烘焙產品、冷凍肉類同埋熟食海鮮。在深圳嘅山姆同 Costco， 你可以見到香港人一手拎住3隻即熱烤雞，一手拿住幾盒大號裝嘅三文魚刺身，仲有成箱嘅牛奶同酸奶。這些食物在香港嘅超市價格往往要高出2至3倍。香港人甚至發明咗各種保溫箱攻略，用特製嘅保溫袋同冰袋，確保這些食品喺帶返香港嘅2-3個小時車程入面依然保持新鮮。第二類係日用消耗品同家居用品，紙巾、洗衣珠、清潔劑、洗髮水、床單、被鋪，甚至係小型家具如梳化墊、收納箱等等。這些東西在香港因為店鋪租金貴，售價一直居高不下，但喺深圳嘅巨型倉儲式超市入面，這些日用品全部係以大包裝批發價出售。一個40多歲嘅家庭主婦算過一筆賬，單單係喺深圳買1年份量嘅紙巾同洗衣珠，省落嚟嘅差價就已經足夠支付佢成個週末喺深圳嘅吃喝玩樂開支。呢種買得越多省得越多嘅心理，讓香港人喺掃貨嘅時候產生咗一種近乎狂熱嘅滿足感。第三類係個人護理同休閒娛樂，按摩、足浴、彩耳、美甲、植睫毛、美容護理，這些在香港屬於中高消費嘅項目，喺深圳已經變成了平民化嘅日常消費。一個30多歲嘅香港上班族，每星期工作5天，累積咗一身嘅肩頸酸痛，喺香港做一次精油按摩，隨隨便便都要6-700港幣，而且環境可能只係一間破舊大廈入面嘅小房間，但係喺深圳嘅高級水療會所，花費300-400人民幣，你唔單止可以享受2小時極之專業嘅全身按摩，仲可以喺會所入面免費享用無限量嘅新鮮水果、哈根達斯雪糕、各式飲料，甚至可以在入面睇戲、打遊戲、睡覺、休息一整天。這種無微不至嘅關懷同極致嘅放鬆，讓香港人覺得喺香港做按摩簡直係一種受罪，而喺深圳做按摩先係真正嘅享受生活。大家可能會問，呢種逼爆深圳嘅現象到底會持續幾耐？係咪只係一時嘅熱潮，過陣子就會退燒？我嘅答案係，呢唔單止唔會退燒，反而會成為一種長期嘅不可逆轉嘅新常態。因為呢唔係一個簡單嘅旅遊現象，而係整個大灣區一體化之後，市場力量自發進行嘅資源重組同消費重塑。香港有其獨特嘅金融、專業服務同高收入優勢，而深圳則擁有強大嘅供應鏈、龐大嘅市場規模、極高嘅效率同優質嘅服務體系。當兩地嘅交通同支付障礙被徹底打通之後，兩地嘅生活圈自然就會融為一體。對於香港本土嘅商家嚟講，呢個無疑係一個極之殘酷嘅淘汰賽。如果香港嘅餐飲同零售業繼續抱住以前嗰套高租金、高定價、低服務嘅老舊思維，唔願意放下身段去提升服務質素，唔去進行產品創新，
咁被消費者拋棄就係必然嘅結果。市場永遠係最真實嘅，消費者會用自己嘅腳同錢包嚟投票。最近我哋亦都睇到香港有些聰明嘅商家已經開始醒悟，開始推出更高性價比嘅套餐，改善侍應嘅服務態度，甚至引入更多有特色嘅產品嚟吸引顧客留港。呢種良性嘅競爭，長遠嚟講，對香港嘅消費者反而係一件好事。總結嚟講，香港人逼爆深圳，喪心病狂咁掃貨，喊住抵到爛。表面上看似係因為消費降級，但背後其實係香港人對傳統高成本、低體驗消費模式嘅一次集體反抗，係一種追求更高生活質量、更聰明消費方式嘅體現。喺呢個時代，點樣用最精明嘅方式為自己同家人爭取到最大嘅幸福感同滿足感，先係最重要嘅事。大家又點睇呢個現象呢？你最近一次去深圳掃貨，又買咗啲咩抵到爛嘅好嘢？你覺得香港嘅本地商家到底要點做，先可以重新吸引返香港人留港消費呢？